三藩市，一個還在沉淪中的城市。三藩市的問題不只是街頭有多少帳篷，商店關了多少門，辦公室空了多少層，也不只是民主黨治理失敗這樣一句口號可以解釋。更準確地說，這是一座被自己成功反噬的城市。他根據四經靠自由、創造力、移民、資本、反叛精神和科技革命登上美國城市神壇，後來又被高房價、極端監管、公共秩序失控、遠程辦公衝擊、財政依賴科技稅源以及進步主義治理機器的低效率一步步拖入泥潭。從數據看，三藩市並不是所有人都走了，但它確實經歷了美國大城市中最刺眼的人口失血之一。美國人口普查局 Quick Facts 顯示，舊金山縣2020年人口估算基準約87.86萬，2025年估算人口約82.61萬，較2020年低約6%。2024年為82.75萬，2025年還略降至82.61萬。換句話說，疫情後那場人口外逃並沒有被完全修復。更關鍵的是人口結構。2023到2024年，舊金山縣人口增加約8400人，但 USFact 根據人口普查局數據指出，這主要靠國際移民抵消，本土遷移仍為負值，約1.31萬國際淨流入，同時約5600人正流向美國其他縣。也就是說，三藩市不是沒人來，而是許多已經在美國生活，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的人，仍然在離開。這種外來人口補血、本地居民流失的格局，是三藩市沉淪的第一層真相。一個真正健康的城市，應該讓普通家庭、中產專業人士、小商戶、公務員、年輕工程師、教師、護士、警察都願意留下來。但三藩市的問題恰恰在這裡，它能吸引最頂尖的 AI 人才、風險資本和全球移民，卻越來越難留住正常過日子的人。三藩市不是突然壞掉的，而是長期治理邏輯失靈。長期以來，三藩市的政治生態幾乎是民主黨內部競爭。嚴格說，市長選舉和市政職位常常是非黨派形式，但現實上，它是一個民主黨不同派系競爭的城市。進步派、市政工會、非營利組織網絡、科技資本、地產利益和近年崛起的中間派共同塑造了這座城市。現任市長 Daniel Lurie 是民主黨人，但他的勝選本身就是對過去舊金山市政機器的一次反彈。Comitas 也把 Lurie 和聖何塞市長 Matt Damon 放在一起，視為灣區民主黨內部中間派回潮的標誌。過去10多年，三藩市最致命的問題是把同情心制度化，卻沒有把結果責任制度化。無家可歸者問題、毒品問題、精神健康問題、住房審批問題、營商環境問題，每一項都有龐大的部門、預算、委員會、非營利組織和政策語言，但城市的日常體驗卻越來越糟。街頭看到的是帳篷、針頭、公開吸毒、雜車、商鋪撤離。市民聽到要義的是複雜原因系統性問題長期投入，最後卻很少看到直接、穩定、可驗證的改善。2024年三藩市官方 Point in Time Count 顯示，全市無家可歸者總數為8323人，比2022年增加7%，其中無庇護者4354人。2026年初步數據有所改善，市政府稱無庇護者約3400人，較2024年下降約22%，但這仍然說明問題不是已經解決，而只是從災難高點回落。毒品問題更是三藩市城市形象崩塌的核心。官方數據顯示，2024年舊金山有635人死於意外藥物過量，雖然低於2023年創紀錄的810人，但這個數字仍然相當驚人。對一座人口只有80多萬的城市來說，這不是普通公共衛生危機，而是城市秩序、執法、精神健康、住房和邊緣人群管理共同失敗後的結果。商業撤離不是保守派敘事，而是城市稅基的真實。塌方三藩市真正危險的地方，不在於幾家店關門，而在於它的城市經濟
模式高度依賴辦公室、通勤者、商業地產、科技公司和高收入人群。一旦這些人不來上班，不在城裏消費，不租辦公室，不繳納同樣規模的商業稅，整個財政結構就開始搖晃。最典型的象徵是 X。Twitter 離開三藩市。2024年 ，X 關閉舊金山總部，將部分員工轉至聖何塞和帕洛阿爾托，並把總部遷往德州奧斯丁。這不是普通公司搬家，而是一個時代符號的倒塌。當年 Twitter 入駐 Mid-Market，被視為科技復興市中心的標誌。10多年後，它的撤離反而成了三藩市失敗敘事的廣告牌。Stripe 早在疫情前就決定從舊金山遷往南舊金山，當時一個重要原因是舊金山市中心辦公空間不足，擴張困難。疫情之後，問題反過來了，不是辦公室不夠，而是空得太多。Lyft、Slack、PayPal、Brex、Wish、Credit Karma 等公司也增縮減、轉租或放棄舊金山辦公室，顯示這不是單一企業情緒化離開，而是整個科技辦公模式變化後的連鎖反應。零售業也經歷了同樣的心理斷裂。Nordstrom 在2023年宣布關閉舊金山市中心2家門店，包括 Westfield Mall 內的旗艦店。Business Insider 當時盤點稱 ，Union Square 周邊自2020年以來已失去多家大型零售商，原因包括犯罪、毒品、安全感下降以及辦公樓空置導致客流減少。這就是三藩市沉淪的第二層真相。城市不是沒有錢，而是把太多財政能力壓在一個脆弱模型上。高薪科技員工回天進城，高估值公司不斷擴張，商業地產價值不斷上漲，遊客不斷消費。一旦遠程辦公、治安感知、毒品危機和高稅負同時出現，稅基就會動搖。三藩市2025年推出的15.9億美元級別市政預算需要關閉，約8億美元歷史性赤字。到2026年3月，市府財政報告仍警告，未來預測期內結構性赤字可能增長至超過10億美元。3. 住房危機是三藩市所有問題的底層病灶。三藩市最大的問題不是它太開放，而是它在住房上極端封閉；不是它太進步，而是它在土地使用上極端保守。它嘴上講包容，現實中卻把普通人擋在門外。舊金山規劃局承認，2023至2030週期內，三藩市的州定住房目標是82069套。這個目標本身已經說明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。一個不到90萬人口的城市，需要在8年內規劃超過8.2萬套新住房，才可能緩解長期供給不足。但規劃是一回事，建成是另一回事。過去三藩市長期以複雜審批、鄰地主義、歷史保護、影子影響、社區聽證和各種費用，把住房生產拖到近乎荒唐的程度。舊金山紀事報曾報道，多戶住宅項目獲得完整建築許可的典型等待時間增達到627天，單戶住宅甚至達到861天。這套體系製造了一個悖論：三藩市高舉公平旗幟，卻讓住房越來越只屬於富人、老業主和極高收入科技精英。年輕人來了，發現買不起；家庭來了，發現住不下；教師、警察、護士、公務員來了，發現通勤才是現實。最後城市只剩下3類人：非常富的人、被補貼留下的人，以及暫時還能忍受高成本的年輕打工者。4. AI 真的能救三藩市嗎？答案是能夠一部分，但救不了全部。現在三藩市最大的轉機是人工智能。嚴格講，AI 不是可能回來，而是已經回來了。時富經濟分析辦公室2026年第一季度報告稱，舊金山經濟可能已經到達一個拐點，信息行業就業出現同比增長，職位發布轉正，失業率下降，酒店收入在2026年3月首次超過2019年同月水平。Muni Metro 和市中心 Bot 客流達到疫情後高點，辦公室空置率繼續下降，市中心人流持續恢復，辦公市場的數據尤其明顯。JLL 數據顯示，2026年第一季度舊金山辦公室空置率降至32.6%，並稱這主要由強勁 AI 活動推動。Grid
則給出30.4%的整體空置率，約227萬平方英尺淨淨吸納量和每平方英尺71.19美元的平均報價。不同機構口徑略有差異，但方向一致。舊金山辦公室市場已經從自由落體進入修復期。Savills 稱，2026年第一季度舊金山辦公室租賃達到380萬平方英尺，是2014年以來最強季度，主要由 AI 和先進科技公司推動。Calais 也指出，需求主要來自 AI 公司，並集中在優質 Class A 辦公樓。幾個大交易已經改變市場情緒。Anthropic 在300 Howard Street 簽下約48萬平方英尺，並在400 Howard Street 追加約10.4萬平方英尺。Appian 在 Mission Bay 的1800 Lion Street 拿下約28.2萬平方英尺轉租。Databricks 在133 Street 擴租約9萬平方英尺，使其該樓總面積達到約24萬平方英尺。2025年舊金山辦公室租賃量達到1020萬平方英尺，為2019年以來最好年份。AI 公司貢獻了約1/4租賃量，並佔新租空間的絕大多數。Salesforce 還宣布未來5年在舊金山投入150億美元，支持 AI 創新、Incubator Hub 和勞動力發展。所以 AI 確實給三藩市帶來了3樣東西：資本、人才和辦公室需求。它讓空樓重新有人看，讓風險投資重新聚集，讓年輕工程師重新把三藩市視為未來發生的地方。2025年上半年，舊金山 AI 融資達到約290億美元，這個數字足以解釋為什麼咖啡館、聯合辦公空間、開發者聚會、招聘活動和高端公寓租金又開始熱起來。但問題在於 AI 不是傳統復興， AI 公司用人更精、更貴、更集中，他們可能租下大量高端辦公室，但未必像2010年代移動互聯網浪潮那樣創造大規模中層崗位。舊金山標準報2026年初就指出，2025年舊金山聖馬特奧勞動力市場仍減少約4400個崗位，信息行業減少約4500個，約4%。也就是說，AI很火，但普通科技就業並沒有同步全面復甦，這就是三藩市復興故事中最危險的錯覺。辦公室租出去，不等於城市治好了；AI富豪來了，不等於普通人回來了；融資額暴漲，不等於財政結構穩定；高端樓宇復活，不等於 Market Street、Tenderloin、Civic Centre 和 Union Square 就會自然恢復。三藩市的未來 AI 可以點火，但城市治理必須換發動機。三藩市仍然有別人無法複製的資產：斯坦福、伯克利、硅谷資本網絡、全球頂尖工程師、風險投資密度、移民創業文化、城市品牌、氣候、大學和灣區產業鏈。Appian、Anthropic、Databricks、Perplexity、Scalea 等公司的存在，說明這座城市仍然是全球 AI 革命的核心舞台。但三藩市的問題也同樣清楚，它不是缺少創新，而是缺少治理能力；不是缺少錢，而是缺少把錢變成結果的能力；不是缺少同情心，而是缺少邊界；不是缺少政策，而是政策太多，責任太少。